樹人新傳電台新聞報道。台灣總統大選圓滿結束，總統馬英九連任成功。辛苦嘅除咗係各個候選人同一批支持者之外，仲有一班傳媒朋友。台灣總統大選吸引各地媒體遠赴台灣，親身報道呢個受世界關注嘅選舉，當中包括日本、韓國、上海、英國等地嘅記者。無論總統嘅候選人去到邊度宣傳，記者都會跟住各位候選人。佢哋無礙器材嘅重量，用盡方法去揾出最佳位置同最佳嘅角度，務求帶俾觀眾最好嘅報導。喺候選人嘅造勢大會上，記者同攝影師都緊守記者區，隨時捕捉及報導各個候選人嘅最新動態。甚至喺開票期間，天公不造美，傳媒仍然無懼風雨，唔到最後一刻都唔會避雨，目的都係將最新嘅消息用最快嘅速度傳送俾讀者。所以我哋都要向呢班無名嘅英雄致敬。冇咗傳媒朋友辛勞又唔計較嘅付出，觀眾又點可能安坐家中都可以知道不同地區及時間嘅選舉情況呢？樹人新傳電台記者黃磊喺台北報導。以上新聞內容由樹人新傳電台製作，樹人新傳電台全程播送。